屋企啦，往往其實年紀大嘅動物咧最安心嘅地方嚟嘅。咁其實隨住年紀嘅增長啦，身體嘅改變啦，我哋屋企裏邊一啲好細微嘅調整咧，其實都可以好大咁樣減輕咗佢哋個負擔㗎啦。設施上面，我哋可以喺食物兜啦、水兜嗰度啦，同埋佢哋嘅廁所嘅貓砂盤啊嗰啲咧，都可以擺喺一啲佢哋容易啲去到嘅地方。活動嘅範圍可能都要減少佢哋一啲跳高跳低啊，甚至可能要做好一啲固定防滑嘅工作咯。休息空間最緊要就唔好太大改變啦，都係返固定佢成日瞓嘅地方啦。咁啊，作息時間咁其實一樣都要規律嘅，可能要幫佢定咗食嘢啊、瞓覺嘅時間。太大改變咧，佢哋年紀大咗，未必可以接受到咁大嘅變化嘅。特別需要留意，咁年紀大嘅動物，佢哋嘅眼睛啦、耳仔啦、牙齒啦、牙肉啦，甚至肉球啊、關節，留意佢行路嘅步姿啦，咁呢啲都係經常可以留意，甚或佢哋嘅大小便，其實都會可以幫助反映到個身體狀況嘅。年老嘅動物，我哋都會建議可能半年一次嘅檢查，咁其實會比較安心少少。始終由獸醫專業嘅意見，可以話到俾佢聽，有冇啲咩問題，我哋要及早發現嘅，咁可以做到預防或者提早做到治療啦。